安南病院医疗品质中心主任林宣明表示，透析滴血压是西药剂患者常见的危险并发症，若是当及早有警并处置，有助大幅提升病人的安全。面对全球医疗能力抵欠挑战，善用新兴科技，未变成维持优质医疗服务的办法之一。这同时也是安南病院导力发展智慧医疗的目的。近年来医疗人力的缺乏，以及我们人工智慧的进展，因此我们安南医院借由我们中医大的资源，以及结合在地成大医院的国立成功大学的资源，我们在医院里面开始根据我们的资料来设计自己符合在地的一些AI 的工具。那透过这些工具呢，我们有效的能够降低同仁的负担提高我们医疗照护品质。那同时就可以降低我们医院的这个成本，提高营运效率。那这几年我们透过导入这些工具呢，有效的达成我们上面的3大目标。那也借由这一次我们的人工智慧相关的这些资源的爆发，我们后续也有很多的专案正在进行当中，也希望未来能够真正能够达到以病人为尊、以员工为重、以医院为荣，我们医院的3大的价值。目前安南病院已经成功导入多项 AI 系统，除了有透析血压管理系统，还有包含 X 光智慧判读、智能骨龄辅助诊断系统、智能心电图分析系统等等，大幅提升治疗效率。另外，为了让民众嘛当享受到 AI 早来便利，安南病院开发健康来客问 ChatOPT， 整合病院现有卫教资源，提供24点钟卫教咨询服务，让民众会当随时得到正确医疗保健资讯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